你好，我是 Adrian anak lelaki Sam，可以叫我 Ryan。我24岁，我来自Pahang，我是50岁前，我住在给哈宿舍，我一起学习汉语，我的爸是会 Pahang，这是我妈妈和爸爸。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我妈妈是 Dasima 和我爸爸是 Sam。我妈妈55岁，我爸爸60岁。我的爱好是跑步，我不习惯游泳。我习惯紫色，我不习惯红色。我习惯黑色的衣服，不过我不习惯白色的衣服。我有一辆白色的摩托车，我骑那辆摩托车来上课。谢谢。